桂花嘅清香过上年，伊嘅用途也过多。同样，龙潭有一撮桂花园，佢只嘅桂花有300人嘅品种哦，应该系全台湾最多嘅。也花园嘅主人江正耀，伊嘅爸爸嫩摆体屋嘅后辈都系种桂花树，因正也有同阿爸记忆的连结。江正耀能为抢种伊桂花，伊因加强种嘅技术，还耐路去熟悉桂花嘅品种。伊希望延伸桂花的价值，打造出一个桂花文化园区。一柜太片种到嫩嫩嘅桂花那度，都系江正耀翻出嘅新品种，行下落去就看唔到人哋嚟嘅。一般人种桂花系好加香味，呢只新品种嘅桂花除了花香之外，冇葵花嘅世界，啲冇佢用水气为变色嘅植物，还做得看讲。桂花变种有2种啊，一种系讲芽变，佢啲枝条佢上嘅绿叶子上啊，佢会变出啲斑叶，好银边的出来。另外一种是讲，它是种子播出来，它突变啊，它会变成彩色的。啊，变成一个新的品种啊，我哋研究地都选出来啊，然后来培育出一个新的特殊的品种。江正耀學桂花，仍然題目係種過10個年，乜乃係少新品種，結果冇辦法學到嚟。那就杂種機呢就已經看到，反正就是種桂花毒嘛，種的桂花毒，然後就用哪個新品種就以前啊去找。啊，来输出转来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桂花园。地中探山學嘅桂花齋，一隻素材按到台北行上去，公務員大地啲日2幫煙的，阿爸跳過地幅後背，種嚟架條桂花樹，呢一期即個連結，轉翻嚟江正耀種桂花嘅想法。系，我爸种的啊，就是种了大概30年，我爸种的这种桂花，是吧？虽然是摸当这样，对我们的有纪念的价值啊。就是因为这些桂花，我才开始专注两个桂花，你知道，专门研究，专门栽培两桂花。為到為桂花種空前抬頭，真都會做嘅水前度。一波個出為文化班。2年來往一白盆，是吧？小苗差不多半年哈，到1年就會完盆完下去。冇夾個局限嘅奶哈，只有一點點哈，佢太唔會夾啊。你看佢今年當好哈，完落去佢生下出去一下嘅長勢就挺夾。文化班除了為桂花樹種變抬頭，咪係啲嘅雕塑桂花抬頭過後嘅容額。你看哈，佢這盆咧種了，它已經長到它的一定程度啊。你要把它抬盆，哈，把它長嘅盆咧，不用全部不用空啊，哈，讓它形成單幹。一記哈，係咪踩到種起來哈，它就嘎出來。江正耀講，呢條動作雖然重要，但要還係種桂花嘅重要條件。江湖一點訣啊。說過不值錢，你花種係好啊，就這個泥土很關鍵啊，第一排水性、通氣性係好，還有 pH 值哈，要在5.5到6.5之間啊，最適合植物的生長。啊，丟上來，丟。天時嘅火火哥帶嚟一檔蒙古嘅江正耀，從頭歸業為固定嘅文化班幫草繡花。唔過對佢嚟講，老頭個裏邊呢下一件感動強鬆，嗰條是為到係很難專業，真經係業界รา緊做到動分。我們是為了要種這個桂花，我們放下身段去人家一般種的專業種植的大的苗場，還有大的種植庫，然後我們去他那邊學，然後白天在那邊上班。啊，晚上的話大概5點下班，到這邊山上可能要6點左右，那我們就只能趁晚上的時間澆水，還有晚上的時間拔草，所以說每天都搞到晚上12點，回去都被人家罵成瘋子一樣。最近我背做條路，做個拖車司機，
和伫中国卖过世界。讲在绕为到照顾身体唔好嘅社会，转到家乡，对规划当中是家己，两下会做嘅係老规划嘅产业链建立起来，自五南北從唔失去都市尋頭路。然后紧做再做4、5年了哈，有一点成就感啊，就想说，可用办来发展本地後台人哈，或是在地人有工作可做啊。莫拉善堂的起碼嘅工作力都蠻難的。地中規劃前，公正讓美食當然真嘅面，第三檔仲乜嘅好，乃中政府做得是日三檔嘅環境，當然還會思考南北產業嘅前途。就大白經常啊，講種柑咩，沒種也太多人了，種茶也是很辛苦，種水稻也冇可能，就想到規劃來發展，桂花它可以做青豆、桂花釀啊，桂花茶、桂花高端的可以做桂花香水、桂花乳嚟的，就專門研究兩個東西。為採規劃產業嘅研究，種出了個新品種規劃，適合為買本其他煩惱。講真繞大禮拜都會出貨2擺，到嚟春秋2季，還乃係當日都會出門。那不一樣了嗎？我想說，再來打造一個專門介紹桂花品種文化的一個小的園區啊，把這個東西包裝起來啊，做一個簡介或做一個行銷的話，大家不知道這個東西有這麼多的效用啊，這麼多的可以利用，也可以把這個桂花做成一個產業。將大草之招本大家看桂花，也是桂花嘅素材，還是嚟到桂花造成嘅一道加工產品。佢講本期日式時間，佢當繞人計劃去做嘞。所以我們是沒有時程表啦，反正我們有多少能力就朝我們的目標來上班來走啊，你知道嗎？那就是但是按用我們的計劃，有我們的計劃，你知道嗎？只是說角度，順的時候就做快點，不順的時候，那我們就檢討思路是要不要調整。把它拉起來。堅持是我的專長啊，你知道嗎？冇乜嘅樹莓通毛品到也沒有關係，只有比人家更堅持，更努力，更用心。